为着要协助经济有困难的劳工会当好过年，劳动部有公告劳工纾困贷款的申请条件，若申请的期限是敢若15天尔。一个劳工若是合资格，上济会当贷款10万块。也毋过有劳工团体即马就讲，贷款钱嘛是爱还，所以呼吁政府应该想办法提悬劳工的薪水较实在。今嘛话年底正紧就要过年咯，为着要协助劳工朋友度过经济困难，劳动部办一公告113年劳保纾困贷款的资讯，每一个人上济会使贷款新台币10万块，目前年利率2.04%，贷款期间计共3年，头6个月敢若还利息免还本金，第7个月才开始爱还利息甲本金。只要劳工朋友觉得他在经济上面有需要这笔贷款来协助度过这个农历年前难关的话，都可以跟土地银行这边来提出申请。劳保局表示，申请贷款有4项条件：第一，生活有困难；第二，参加劳工保险的年资爱满15天；第三，无欠劳保费含滞纳金；第四，毋捌借过劳保纾困贷款，还是捌借过，然后已经甲贷款本金甲利息现掉的民众。但是劳团表示，这民众要是干那领基本工资的薪水那领，贷款只不过是一时的解决方法，要是5万基本工资会当调悬。嘛是足一人领基本工资嘛，薪水无悬，过年的时阵当然伊就较无遐好过，所以加减10万块，互咱劳工朋友较歹过年的，会使借款，会使借一条钱出来先使用，现在是。这时间尔啦，你长期来讲，当然你爱甲基本工资有关啊。劳团认为贷款还贷款借钱嘛是条行，呼吁企业有趁钱，就应该爱和劳工分享经济成果，提悬薪水，互员工会当好过年，才是较好的做法。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